今天就要来考考2位，看谁对植物比较了解，而且我有准备礼物哦。我先，嘿嘿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青江菜。这个是路边常常看到的三叶草。哦，都对，这个三叶草啊，又叫做酢浆草。换我，我还认识这个哦，这是路边常看到的榕树叶。还有这个我也知道，细细长长的松树叶。2比2平手，现在剩下最后一题，请问这个是什么？哎，有什么植物叶子颜色是这样暗暗的？哈哈哈！我知道，这个是我爸爸常常泡的茶蜜。茶蜜，没错。茶就是茶的意思，茶蜜就是茶叶，那水呢叫做水。那很多人常喝的饮料怎么说呢？饮料。所以今天又是4个单字哦，茶、茶蜜、水、饮料。记得饮料的饮要闭嘴巴哦。饮料，好，我们一起练习一遍。茶，那茶叶，茶蜜，水，饮料，懂吼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已经泡过的茶蜜。没错，这就是泡过的茶蜜。好有趣哦！但是为什么每个植物的叶子都长得不一样嘞？太阳好大，我都快要枯萎了啦。我也好渴哦，我的大叶子好久都没有雨水的滋润了。仙人掌大哥，你还好吧？难道他？该不会？仙人掌大哥，哎呦，好痛哦！你没事吧？好刺哦！睡得好舒服啊！好险你没事。对呀，吓我们一大跳哎，我们还以为你渴死了。不会啊，这个天气很舒服哎，超级适合睡觉的啦。太阳这么大，而且已经好久没有下雨了耶。对啊，你看看我的大叶子都要被晒干了。我跟你们不一样啊，因为呢，我没有叶子可以把水分蒸发掉哦，而且我平常都会把水储存在我身体里面。哇，这么厉害哟！那你可以分我一点水吗？我也要分我这样。那我这样而已哦。这样不方便。这样。植物叶子的大小跟它的生活环境有关系。叶子大的植物可以行光合作用，叶子小的像是仙人掌，它的叶子退化成针形，所以它的水分不会由叶子蒸发掉，适合生活在干旱的地方。原来如此。但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就是刚刚有人说答题对比较多的人有礼物。有，在这里。就这个啊，最少也给我饮料嘛。还有一样。还有什么？爱的悠悠，预备备起，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，悠悠。就这样哦。不够哦，再来一次，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，悠悠。好啦，那我也一起加入。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，悠悠。